伫小资化、甲高龄化的台湾，老幼共学是毋是会当形成一种共好的模式呢？嘉义新北国小的学生囡仔有一阵真特殊的同学，就是伫个学校边仔的太保日照中心，平均年龄70岁阿公阿嬷。小朋友会对阿公阿嬷去学种菜，校方甚至主动甲学校甲日照中心的称谓甲拆掉，互老人囡仔更加亲近。那这个老幼共学和乐的场景，嘛出现伫个桃园平镇的幼稚园。小朋友对社区的长辈学煮食、讲客话，无意中嘛甲客语传承落去。咱就来看老幼共学安怎来打破掉年龄的限制，启动跨世代的交流。老幼共学它本身应该是一个很轻松的气氛，就是让他们非常轻松的去做一个相处。学校刚好有余裕的一个教室，那我觉得，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应该要把它给加以运用。请你们立即停工，离开校园。日照摆在国小，所有的沟通不良，让别人觉得我们在歧视老人，我们真的就只是担忧孩子的安全。上课真声响啊！嘉义新北国小教室内底几名的古锥的民间新唱玩具台。后面的小朋友，你们喜欢礼拜五吗？喜欢。OK。每礼拜五下晡，学校固定会开的实农教育课程是囡仔上期台的一节课。刚才这个时间，因才会当拄到上熟悉的老同学。那我们要出发了，要去哪里？你们都记得很清楚哈。真的哈，我们下次再看。行出教室，囡仔拢真期待冲去头前。因的目的地是离学校较无50公尺的嘉义太保日照中心。有的阿公阿嬷可能还在休息，所以我们要怎样？安静。那我们小声走，我们不要吵到阿公阿嬷。吓到他们，小偷慢慢走。老师，我知道这里他们在里面。你看到了吗？哇，跟阿公阿嬷挥挥手。阿公阿嬷好。一看到高侪囡仔，原本坐伫椅仔戆神的阿公阿嬷，目睭嘛随紧起来。这天因是囡仔的同学，嘛是因的老师。阿嬷来竞彩刚好。来，来给阿嬷看看。快点走。轻轻的，轻轻的。来，来阿嬷。可爱阿嬷，乖乖。来这里坐。班长好。来，阿嬷来，你跟阿嬷一组。学校边的空地是2019年学校和日照中心做伙开的5年级农园。来到这时代总算有主场优势，开始练功夫。来，小朋友注意听啊！阿嬷上次有教过你们，她很会搓汤圆，对不对？阿嬷来教因安怎把头用好圆起来。你们的嘞？来，有了。阿嬷看一下她家的就可以哦。来便宜点，再便宜点。太保是以农业为主嘛，好，我们有那个什么香瓜啊、甜椒啊，还有水稻，那这些都是长辈的一个专才。包不起来，阿嬷包，来你拿着，阿嬷帮你包哦，嘿，你看阿嬷怎么包？小朋友们仔细看阿嬷怎么做的。你们刚刚都说粘不起来，你看阿嬷都把它包起来了。看好了，对，你有看到阿嬷做的很圆，对不对？长辈就借由他的经验、他的传承，其实小朋友学到说哦，原来种菜需要这么多的美感，跟人一样要细心的照顾，看到那个作物的成长这样。轻轻的，哎呦，盖住了，来，你要帮他盖棉被啊，轻轻的旁边土把它往旁边拨。老师，你看，我盖好棉被了。阿嬷，这囡仔敢有古锥？有啦。
爱喊名声吼，看到囡仔就欢喜。无看，阮即马做那拢是伫外头啊，干那家己老岁小朋友来叫一声阿公阿妈，跟他互动的那个过程中，我们发现那个长辈的那个脸上的笑容，然后他的活力，其实那个整个精神都来了。哦，快长大，大声一点。哦，对，快长大，大声一点。娇娇，快长大。我在浇水，可是我这没水的。老幼共学，其实小朋友跟长辈之间的互动，其实可以让失智长辈或者是失能长辈，其实他们的一个生活，其实都是有改变的。伊是69岁黄秋静阿嬷，过去捌是农会代表，即马差不多逐工来日照中心报道。阿嬷，我甲你讲哦，好，对工时的来排队就好。哦，来啦，哦，好，我较爱来遮，来遮有人甲讲话啦。日照中心的生活虽然充实，毋过拢无变化。后生查某囝拢无伫身躯边，黄秋静阿嬷心内毋望有人陪伴。我做爱因过来遮，教因做伴咧。爱做一世啊嘛欢喜，爱来囡仔欢喜，咱也欢喜。阿妈，你念这好听者，伊遮讲遮写啥？能，你不知道吗？就是能。能过的能。有的囡仔看到人会惊，啊，阮个看到佫袂惊了，啊，做爱教阮讲话呢。那你想要念这本吗？好，那我们跟阿妈一起去。来，你牵着阿妈的。你跟阿妈一起去。对，牵阿妈一起。好。你是1年级啊？1年级。好。啊，囡仔袂看老人无去咯，囡仔真心性咧。囡仔看到这老人，我才爱教阮讲话呢，真好。李焕世真歹想象，课堂上上细汉的囡仔敢若6岁，上可能的时段是98岁。了解老的模样是老幼互动的第一节课。喂的。阿公又睡着了，叫他大声一点。阿公。喂。皮城。在日照中心，我们可能看到一些长辈，有可能年纪比较大了。有时候小朋友他的认知如果没有这一块的话，他会不知道怎么样去跟长辈做一个互动。它是一个的颜色。给你看一下，看阿公还有哪里要画，你跟阿公讲。以今天的课程为例啊，哈，比如说像我们要让长辈去画那个水彩，就会考虑到说拿笔握笔的部分，所以你会看到我们今天准备的是刷子，不是一般的小支的一个彩色笔。你画安尼有几条加几条？它是爱丽丝，她是一个美丽的猪小姐。老幼共学它本身应该是一个很轻松的气氛，就是让他们非常轻松的去做一个相处。老人家需要的是一个陪伴，小朋友可以从这边去得到长辈的一些智慧。对小朋友来讲，他也可以学会怎么样去跟长辈做相处。阿妈，你去看麦讲很好。老幼共学期待打破食老到无效的传统印象，不过伫成功老幼共用进前，家己身边个小嘛捌互阻挡几两摆。其实还没讲到老幼共学，我们一觉得日照中心在我们旁边，我们觉得也蛮担心的。师生都开始担心说，那校园常有老人在这边走动，那是不是会造成很多不便？还是说担心长辈在我们的校里面会怎么样之类的这样子？过去学校和日照中心的交界，捌有一面壁，隔一面壁就敢若是隔出两个世界。其实呢，一开始这边是一堵围墙啦，就是壁垒分明。这边是学校的，然后这边就是我们日照中心的。2021年，学校主动甲壁铁条拍破世代差，
种出以后，囡仔和时代袂个清楚。打掉之后呢，你就发现说，好像慢慢的借由课程，借由一些活动，我们慢慢的学校跟日照中心是融合在一起。日照中心其实它在社区里面，其实它就是社区的一份子。他的年纪或者身体衰退，但是其实他是值得被尊重的。从位在嘉义太保的新埤国小校门口走出来之后，往左转没几步路。一旁就是太保日照中心。今年在学校周遭看到长效机构的现象是越来越普遍，因为政府在2020年喊出一国中学区一日照中心的设服政策。今年这个政策咨询率已经达到81%，但这真的有办法能够解决国内日益增加的长照需求吗？会设国中或设国小，都是在那个地方其实是人口相对比较密集的一个区域，可以在校园里面有老少共融老少共学，都是目前世界的一个趋势。一乡一日照或一学区一日照，大家的想象都是都会的想象，其实在偏乡无法落实。新建一个日托成本250万，更不要谈在原乡，因为它的建地少，因为它拿不到建照。所以政府讲的这个一乡一日托，其实到了原乡，通通都行不通。到2022年9月为止，全台841个国中学区已经有704个设置日照中心。6都当中，加拿大中和台南市达标，另外包括基隆市、新竹市、平湖县、金门县和连江县，日照中心设置数量敢若个位数。学者烦恼城乡资源有差，土地取得困难，拢是咧推测政策的难题。服务要社区化，但是是不是日照？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日照把它这个悬置起来，让社区来定义？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全部进到水泥房才能照顾？请你这样跟我做，请你这样跟我做。除了直接伫学校设置日照中心，老幼共学，阁有真侪无共模式。高兴的见到你，欢喜欢喜的欢迎你。镜头刷到200公里外桃园平顶区，这册文化课程都要开始。小朋友今日有投票嘛？有。社区的阿公阿婆和幼稚园的囡仔同一个时间出现伫课堂，这是一个更较在地的教学方式。因为那是囡仔的囡仔伴，嘛是客语的小老师。我知道阿公阿婆呢，根本呢要教我们做后设的东西哦。那我们的 no 翻有用到叫 no me， 哦，还有用到马该。小朋友啊，要跟阿公阿婆一起做后生 no 翻，要先知道 no 翻有哪该东西哦。那请一位小朋友呢，去牵一位阿公阿婆来教游戏哦。啊，数牵数，说教游戏。no me， 香菇，下雨。哦，懂厉害，大叔。2005年，学校推动客语浸水式教学，伫少年人变作母语失落的时代的时，老幼共学为语言文化传承开创机会。像客语，其实搞不好家长连听都不会。对啊，那假如说长辈可以融入这个客语的教学，当然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。小朋友袋鼠头，先袋鼠头，好，先袋鼠头。小朋友，马上时间是5分，不多。好了，你要嘛？我的班做2班，两班。哦，念可以了。那里面包什么？包煮牛哦。还有包麦干呢？香菇。那你最喜欢吃什么？吃海苔。如果我们的老幼共学的互动，又在我们所谓的在地的一些文化形塑之下，那这样子的老幼传承其实是有它的意义。念老本身也是一个智慧的表征，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互动机会。是大人的智慧，是囡仔上好的教材，嘛是学袂了的宝藏。阿硕唱女生有班。
长辈的智慧传承给小朋友，有一天他也会走到这个老人的阶段，然后有小朋友也得到他的一种同理心。做伙上课，我的同学唔那7岁，嘛有可能是70岁。何跨世代互动，大家才会当互相了解、互相熟悉。在变外界眼光，凡事要有一段路要行，期待互咱做伙变老，嘛做伙变假，更较好。